台基本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摆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一字，这就是停，停茶停。停的意思就是甲水或者是茶倒入去杯仔里，像咱讲停茶停水。另外一个音读做斟，和小斟的斟共音，像咱讲斟酌。要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斟酌，这个意思就是细腻、小心注意、张持，像咱讲斟酌看、斟酌听。另外斟酌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讨论、参详，像讲这件代志，大家就小斟酌一下，唔通这么凊彩就决定。第二个词都要读作停，停茶停，都是把茶倒入去杯仔底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把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今仔日上课，老师教大家泡茶艺术，大家都爱斟酌听，特别是听茶时一定爱注心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停，另外一个音是斟，提供给大家参考。